月初，一只比特犬跳车窗冲去夹到一个骑机车等红灯的人，过无2礼拜尔，共一只是搁再加人。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控制叶问的叛军，经过地价降临，青年运动遂发动反攻，去轰炸美军舰队。墨西哥一间废弃牧场挖出大量的人骨，怀疑就是犯罪集团杀人灭口的大本营，官方展开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新闻一开始先看美国总统川普拜六是下令，要针对叶问的叛军青年运动是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是超过150人的死伤。经过讲上好就停止攻击，来往妨害美国商船，若无就是地价降临。另外一方面，这青年运动是无咧甲信岛派无人机加射飞弹去炸美军的舰队。川普点名伊朗卖搁再支持青年运动，若要就要连带追究。青年运动伫也门西北部的大本营萨达去予美军空袭了后，民众透年伫变作废墟的土石堆内找活人。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无放弃任何机会为伤患急救、送医治疗，还有未少是无辜的囡仔。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警告青年运动停止攻击往来红海的船只，就要下令空袭这个也门叛军组织真侪据点。目前已经知影至少造成150多人伤亡，这原来是川普上任以来伫中东上大军事行动。ونحن ندين ونستنكر ما حصل ونقول العدوان الامريكي والاسرائيلي ان هذا لن يثنينا عن قيامنا بواجبنا مع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المقاومه الفلسطينيه وان هذا لن يجدنا الا عزما واصرارا على موقفنا。无伫落软的青年运动批评美国犯下战争罪，放调要报复，已经伫4点钟内2届对美国军舰发射飞弹加无人机，同时放调若是以色列无要解除封锁，互援助入去者杀，会持续攻击伫红海作业的船只。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لن تتردد في استهداف كافة القطع الحربية الأمريكية في البحرين الأحمر والعربي ردا على 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دنا。不过，美国讲青年运动派出来的无人机拢互人炸落来。另外，川普佫把箭头指向伊朗，要求伊朗爱随停止支持也门叛军，若无就要为红海危机负全部责任。伊朗方面是随卫星界线，甲青年运动无关系。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نقشی در تنظیم سیاست‌های ملی یا عملیاتی هیچ جریانی از جبهه مقاومت از جمله انصارالله یمن ندارد。伊朗讲青年运动是独立运作的组织，并不是伊朗伫幕后主导。佮讲，若是任何敌人的威胁变作是真的，就会采取强硬、直接、毁灭性的回应。伫同一时间，美国当前加对伊朗的制裁压力，希望迫使伊朗针对协助计划进行谈判。目前各方的态度拢真强硬。美方官员是讲，打击青年运动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几个礼拜。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今日同款伫这个时阵，美国的中部甲南部地区最近有几个州是连续拢去加利亚风甲沙尘暴来扫掉，引起严重灾情，上无已经40人不幸来死亡。大丛树仔连根拢挽起，马术倒头栽扛伫厝顶，地面如苍苍。美国中西部14甲15出现风速每点钟130公里的康利亚风，也有大水河等各种天然灾害影响各州。目前至少有40人死亡，几60人受伤，嘛造成差不多25万户停电。即间伫密苏里州的加油站厝顶气风显起已经看无原来款。We've got a total loss on our canopy. We've lost our compressor units to our coolers. We had several vehicles, tractor trailers that were damaged. Our roof, the roof to our storage building. 伫乔治亚州有大片树仔倒去，毋若地歹厝，也佫塌掉路。伫当局专列清除炸兵将开一条路出来，居民回想刚来风发生迄当时，感觉啥物嘛无法度做，真无助。As the hour went by, that's when things just started going crazy. We heard something hit the side of the house. The house shakes too when it thunderstorms that bad. So. 各州官方目前至少收到67件广利风的通报，目前当地全力救灾，抢修道路、电网这的基础设施。专家表示，这届广利风是低压系统出现伫中西部的天顶造成的，佮加当地地形正平，互灾害真紧扩大。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继续来看国内，伫咧即个月初3月初6，
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有一只人饲的比特犬跳车窗冲出去，去夹到一个边仔咧骑机车等红灯的人。即马这采发结果都也未出来咧，共一只比特犬，共一个饲主，嘛是共一个情形，搁一个等红灯的去互夹到，是毋是早就应该甲没收甲关起来？目前相关单位是也无定论。一台车停红灯，车窗降落来，雄雄一只狗仔跳出来，边仔技师夹一条，赶紧去车闪避。啊，不过这只狗仔向伊一直夹，主人安怎阻止，拢无录用。没关窗吗？还是窗户就自然就跳下去了？主人向警方讲，车窗本来有关雄雄被拍开，技术就安尼，脚豆腐只脚拢受伤，啊，不过初步暂时无被提告。就把它咬了不放。我主人打了半天了，打了还不放了，靠着那个铁门没办法走路的状态。旁边有一个叫救护车，应该是车主，然后他车子就停在转角。案发地点就伫台北大安区乌龙街17早起8点外，这只狗雄雄跳窗夹人，啊，不过伫11天进前，文山区早都同款代志。经过警方调查，发现狗拢是同一只。第一案我们其实就已经就是会罚3到9万，今天又发生了第二次，那会进行第二次的裁罚，第二次的查罚基准就是9到15万。有接获到议员官说吗？没有接到议员官说。这个案件到即马还未处罚，甚至阁野出主人找机关关税。这只狗仔则无被目击，啊，不过同保处好像有关税，表示主人挂保证会严格看管，所以无目击。啊，不过无到2礼拜，这只狗仔阁补出代志夹人，这摆主人会被加重处罚，是毋是会被目击，有还无定论。安全锁这个东西，随手应该一开，应该是最能够保护会随便开窗的小朋友，甚至是狗狗的。若有防狗仔出现攻击的行为，动保团体建议，像攻击性的狗仔，爱看锁啊、挂喙笼是基本。开车再出门，也爱启动车窗安全锁等等，主人爱加强相关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国内外重点消息。台电统计到去年底是已经了钱了差不多4229亿啊，即摆预算阁叫立法院来提调，有风声讲这台电是准备要起电钱，用电330度以下小家庭甲小店家，拢要甲起价，一个月可能会差价100几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今日全国各地气温是11度至13度，天气是愈暗愈冷。按算爱到拜4、拜5，这温度才会渐渐回升。因为这2天这水气是有较高，高山地区是真有可能搁再落雪。国际黄金介绍，伫咧顶礼拜5是创价每一盎司是3004块美金的历史上关价。除了这是国际汇率加政治风险的因素来影响，上主要是最近各国的中央银行拢咧大量来买黄金，这强烈需求嘛带动黄金来起大价。继续来看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宣布甲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长甲换掉，望讲会当推进军队整个的改革。今日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讲明仔载会甲罗西亚总统普京来讲电话，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停火问题，双方是应该真紧就会当来讲定。会议室内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官员咧开会。泽伦斯基16宣布，甲原本组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列维奇提职，互顿涅茨克部队指挥官格纳托夫接任，望借格纳托夫超过27档的军事经验，来加速军队的改革。Бойовий хлопець і його завдання саме більше бойового досвіду наших бригад в плануванні операцій оборонних та наступальних, а також більш активна розбудова корпусної системи. 乌克兰军方伫今年7月表示，要甲军队为用力做基础的军事体制，改造更较大规模的军团体制，来改善长1000多公里的前线部队互相的协调，加紧决策的速度。针对俄乌战争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16暗时透露，会伫拜二甲俄罗斯总统普京讲电话，有可能会讲到土地甲发展抢的问题。We'll see if we have something to announce maybe by Tuesday. I'll be speaking to President Putin on Tuesday. And a lot of work's been done over the weekend. We want to see if we can bring that war to an end.
美国总统特使维克夫13甲普廷会谈了后，北向媒体透露，普廷愿意接受川普对结束俄罗斯伫乌克兰战争的理念，表示需要满足关键的条件才当接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斯科向俄国媒体消息报表示，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另外确保北约国家排除乌克兰入会的可能，而且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为着协议停火，暂时乌克兰嘛承认已经撤出库斯克苏贾区的后勤中心，而且伫社群平台放出国内张上新的战地地图，证实俄军已经完全撤出苏贾区。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日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发动关税战争，加拿大新总理卡尼嘛拍破惯例，出发去访问法国甲英国。而且嘛，要求因的国防部要针对要买美国 F-35战机这案，都要慎重来处理。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进前有捌切断乌克兰的情报分享，这欧盟即马嘛决定要打造家己的军事情报卫星。伫咧共这时阵呢，是搁再提出多轨道的卫星计划，要来加强因的通信安全。另外嘛，搁再提出一项欧洲的再武装计划。要提供会员国相当是1500亿欧元，大约是代表5.3条的国防贷款，稳准会当一体来采买军备。上大型要买，就是先进的飞弹耐发系统。加拿大新任总理下年为蒙透露坐飞机去欧洲访问，按算17要伫巴黎甲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了后转去英国伦敦，甲英国首相史凯尔国王查尔斯3世见面。卡尼捌伫2013年到2020年之间做英格兰银行，也就是英国央行的行长，是这金融机构创设319年以来第一个非国民身份的领袖，甲时阵会受到非常式的热烈欢迎。各国资深官员伫专机向媒体简报的时阵指出，这摆主要目的是要深化加拿大甲两个创始国家的友好关系。这官员表示，加拿大是美国的好朋友，不过咱总知影发生什么代志。Security is a priority for this government, reinforcing our security, as is diversifying our trading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Of course, with bo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卡尼阁下令国防部重新调查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卖88架 F-35战斗机，总价值超过190亿加元的这个军购案件。在川普大拍无血战的时阵，也阁是毋是一个好的交易？研究是毋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另外，欧盟执委会国防甲太空执行委员库比廖斯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因为地缘政治局势变化，欧盟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军事情报卫星网络来提悬地理资讯情报能力。欧盟已经建立一个挑战马斯克成立的卫星群计划 IRIS-2。这个礼拜防部会议阁要公布欧洲再补充计划。向成员国提供1500亿欧元的贷款，佮允准成员国的部分国防支出免受财政压力上限规范，也都有6500亿欧元。川普上台了后，各种的做法伫社群平台引起真济自由女性拢挡袂牢要出走的口水图片。法国中间偏左的小党公共广场，有欧洲议会议员身份的党领导人古斯曼，遭到伫巴黎1500人的集会顶悬公开表示，爱遐选择甲暴君做伙美国人，将自由女性上献互法国。D'abord, rendez-nous la statue de la liberté. On vous en a fait cadeau. On vous en a fait cadeau. Mais apparemment, vous la méprisez. Alors elle sera très bien ici chez nous. 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继续来看，墨西哥最近去查到一座私人的废弃牧场，抄到内底竟然是有藏一间火化场，佮挖出大量的人骨佮衫裤。这怀疑就是早前有犯罪集团掠人灭口的大本营。检察总长是批评讲，这恐惊当地政府是早就知情，已经放命要定期调查。墨西哥一个民间团体初五发现一个牧场的涂骹，带真侪受到臭火带的人类遗骸，加400领的衫、鞋啊，甲个人的物件。因认为这是犯罪集团用来黑化遗骸、掩灭证据的所在，也是真侪失踪者最后的去向。功能敢若像白做赢，也若相关的场所伫2023年也捌发现过。
Pues simplemente que se den cuenta qué es lo que están encontrando, huesos calcinados. 虽然当局伫去年9月捌搜查过一片的庄园，不过当时无详细挖，犯罪集团随后也离开啊。也即阵方面调查这代志的检察总长讲，当地政府无可能唔知影这代志，就已经重新启动调查，展开进一步的搜查。本来引发墨西哥全国震惊，真侪失踪者厝内底人15行上过路，哀悼逝去的性命，并且要求政府加强打击，替社会亲人。Por favor, señora presidenta. Ayúdenos a recuperar, a encontrar a nuestros hijos, a nuestros esposos, a nuestra familia querida, a quien sea que sufre la pena de una familia desaparecida. 墨西哥失踪问题真严重，只有超过12万人被登记成做失踪的人口。因为这间火化场所在地的哈里斯科州占其中15000例。这案例大量发生在2006年，政府甲犯罪集团逼出毒品战争了后，犯罪集团直接绑架一般的人，强迫因加入犯罪活动，也是甲杀害无辜民众当作一种恐吓当地人的手段。犯罪集团虽然真歹，不过因为金源充足，组织严密，加上成功渗透军警系统，和政府的执法成效往往真有限。国际新闻由派顺编译。亚洲南部斯里兰卡的中部城市最近讲，唔那些高山啊、石料受灾，佮大只碰刺、佮孔雀、甲河堤等等这些动物，拢会走来去破坏农家、甲破坏农产。官方是为着要解决问题，即马决定讲要做一个动物普查，来了解数量，掠去别个所在，才甲放掉。高山啊，规群伫个树林中间找食，伫庙寺厝顶拍拍走，将情况伫斯里兰卡真侪所在定定看到。不过近年来呢，数量是愈来愈多，已经威胁到农作物的生存。斯里兰卡中部城市丹布勒一个农民就对农场内底，互高山啊偷正稀杀的龟头卡野鸡卡感觉真唔甘。Dan tahun dah itu dari Israel rela udah tundenek, anduro udah tundenek, orang gehani cerlo kuota mati bunne, tau ritte ottinno. Itin ඒ වගේ හානි තියෙනවා මොනරුත් දැන් එන්න මොන ගහනේ වැඩි වෙලා. ඉතින් ඒ නිසා මේ ක්‍රමයෙන් තමයි දැන් වැඩි වෙලා දැන් සත්තු නිසා ගොවිතැන කරන්න බැරි තත්ත්වයට පත් වෙලා තියෙනවා. 这农民讲，就算伊逐工拢早空气清，用几啊点钟顺时伊用心所种的野子树、山野树、甲昆蕉树，狗仔上款来乱慢偷食，孔雀是甲长刀龟吞落去，种种破坏行为，互农民根本大了，真侪人规气无爱种咯。සත්තුන්ගේ ප්‍රශ්න නිසා ගොවියෝ වගාවින් මත හරිනවා. වගා නොකරත හරිනවා. ඒතකොට ඒක තමයි මේකේ තියෙන බරපතල මේක. ඊළඟ සත්තුන්ගේ ප්‍රශ්න නිසා වගාවට හරියට සාත්තු කරන්නේ. 不过斯里兰卡是世界第4大野鸡出口国，农业省大占经济规模被拍。政府为了挽救愈来愈危险的农业经济，决定发起动物普查，先调查狗仔这动物的数量，再来想办法甲因锁到人少的所在。顶个月斯里兰卡发生狗仔走入去变电站破坏变压器，造成全国停电的事件。有一寡所在甚至断电有3天。按照所解，狗仔愈来愈多问题，已经是愈来愈紧迫的代志咯。国际新闻张慧敏编译。 红豆武林行动万教，那讲到台湾的布袋戏是真重要的传统艺术。台北的五戏馆这回是完整来到法国，甲法国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来合作，要伫咧法国的学校内底展览布袋戏，要互法国学生亲身来体验、来掠红仔，来了解台湾的布袋戏文化。 伫台顶请红仔用台湾原创的金光布袋戏三甲闹热的八馆，大概外国人看甲真有趣味。台北五戏馆馆长亲身示范先大将热场的操作技巧，嘛则坐台湾布袋戏红仔来到法国互民众体验。意大利的还是法国的原本的传统的布袋戏，用手咧表演的这个红仔，因是通常拢无骹，大部分啦，所以因的骹步手路较无像咱台湾。 会去模仿人的行路方式，比如讲一个小段，一个查某伊行的方式，甲一个老人、甲小生拢无啥物无共款。差不多2-3年前开始有这个想法，我要甲布袋戏捡起来吼。这样的时阵，我就是看布袋戏大汉的，我拢会想讲，因为这个记忆吼，其实拢是留伫我的心内。
3月，台湾戏馆和因那个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台湾老师刘典甲合作举办交流活动。馆长蔡耀伟表示，欧洲一寡国家用手夹红仔，因为无卡，所以动作无遮油。伫咧交流现场嘛，引起真侪人的兴趣。刘典甲嘛，互学生亲身参与导览，深入了解台湾本地戏。伫咧法国巴黎，因那个毋若是有开单语课，即马就连台湾的本地戏，我那是搬来到遮来，要互来参观的民众了解讲，什么是台湾的本地戏。有学生讲，以前敢若伫校内体验过本地戏，不过后来来到台湾做交换生的时，亲身感受到本地戏的水甲音乐性，互伊真难忘。C'est très joli, la musique est très intéressante, les décors sont très beaux et je trouve que c'est vraiment une super, c'est une très belle culture et ça représente bien Taïwan. 台湾戏馆即届除了伫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办展览，也有研讨会甲本地戏体验工作坊，希望互来参与活动的民众了解台湾本地戏这项艺术迷人的所在。记者卢尚如、林晓凯伫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